世界万能台，拢伫台湾新港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咱国内疫情即马甲2-3礼拜前来比拼，会使讲有真大的前差。咱的预防社快筛医疗量能有够野，逐日确诊人数嘛有在降，看办势渐渐地脱离疫情高原。总是这波疫情拄啊开始，迄阵是有发生，互咱真遗憾的不幸。中和2岁幼囡仔动静过往，这个囡仔送病院是有延前着，迄阵因规家伙仔拢确诊，就要靠救护车送囡仔去病院，煞开真久的时间。伊的爸爸想要了解代志真相，煞袂输受到济阻挡。就月以来有上新的发展，咱今仔日会来讨论。详时延续这个主题，咱嘛要来讨论幼囡仔预防社。美国 FDA 有核准，美国明仔载要开始做，咱台湾到7月嘛会来到会。过来，咱莫讲欧美看长病尾，但咱知影这大人囡仔拢会有。咱今仔日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章医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副秘书长刘汉忠医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定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今仔日本土确诊是35000人，咱知影周末了后拢会较低，咱会当来观察明仔载甲后日的反弹敢会超过5万。即马咱台湾的食药署已经核准0岁到5岁幼囡仔的预防社，有 Moderna 甲 BNT 9岁了后，咱台湾嘛会来做吼。根据国外的研究，染疫大院的儿童吼，有2成5会有这个长病尾的问题，咱稍等下嘛来讨论。国内有头一份抗体追踪的研究，伊是追踪轻重症无注预防社的患者吼，自然感染1冬了后，伊会保护力剩3成吼，这甲咱讲，咱真正是需要预防社来甲咱保护。过来，咱来看恩这个问题吼，伊的妈妈四界敲电话这个录音的档案，咱即马有听到吼，这个问题咱稍等下嘛来讨论。大先，咱先来看今仔日疫情中心记者会。是35596哈，那境外移入36例，死亡个案是144例哈。这个5月5号以来哈，目前是最低点哈，代表说未来1周哈，大概会只比这个3万多可能增加1到2成，2到3成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而已。好，那中重症的部分是新增295例，这次的入境日是介于6月5号到6月12号之间，在机场这边唾液筛检出的个案，那其中还是以 BA.5 为主，BA.5 这一次有新增这个14例那另外有3例的话是 BA.4，都是来自于美国有一位本国籍小于10岁的一个小朋友那他是在这个入境的时候唾液采检阳性，CT 值是27，本身没有症状那这是属于一个 BA.4 的一个美国入境确诊的一个本国籍的小朋友，是我们陈时中指挥官那个解除隔离治疗的首日。不过他因为就是说今天有自己自行做的这个快筛仍然是阳性2条线那而且他还有一点点轻微的咳嗽的症状所以目前他今天是采取这个居家办公跟尽量采取用视讯的方式开会等等这些。我们的这个儿童的辉瑞BNT 的疫苗，今天有另外一批新的50.4万剂已经在上午抵台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今仔日的确诊是35000人，这是5月初5到今上加的一天吼。咱会来观察几个数字，今仔日是6月20号，咱来看7天前，都是6月13的时阵，迄嘛是一个拜一，迄天是45000吼。过来，头前一礼拜是6月初6，迄天是5万多。咱会当来看到讲，这个周末了后的拜一。确诊人数较低的时阵是对5万45000到即马35000嘛个咱知影讲拜2、拜3会反弹咱来看反弹的状况是安怎？伫6月初6即礼拜伊反弹转去有到8万哦。过一礼拜了后，45000即天反弹转去到差不多6万多咱会当来观察明仔载后日的
反弹状况是安怎？但是周医师，咱看到即马疫情的发展吼，若搁去想个月月进前，迄个大家在排快胎的时期吼，咱知影即马疫情已经完全无共，咱的各方面的量能小可拢有够样吼。周医师在你看，国内的发展，咱需要搁较注意啥物代志？现属是咱看即个数字吼，甲即个趋势吼是较乐观啦吼。咱会使看讲吼，即个敢若咧落楼梯慢慢落来吼。当然中间有一寡反弹的现象吼，这嘛是正常的吼。但是一个规个趋势拢是向下啦吼。是。问题就是讲，咱本来吼集中伫个北部即个所在，因为北部的人口是人口数较侪啦吼。新北市甲台北市是人口数，佫较杂钱吼，大家住较挖做伙啦吼。那即两个吼，伊慢慢已经迄个人数已经减少啊吼。即马总数虽然是减少，但是伫个中南部伊嘛是佫一个高原期啦吼。但是中南部伊的人口数可能无像迄湘北市遐侪吼，但是伊若是讲感染人数佫足侪吼，嘛是要注意伊的迄个比例啦吼。因为咱即马整体啦吼，咱规个台湾吼是咧向下骹无毋对，但是伫我中南部佫一个伫个高原期吼，迄个所在嘛是迄个量能啦，佫一寡医疗吼爱佫注意啦吼，袂使讲咱即马看是看咱即马吼，咱的迄个医疗的迄个区域吼有分为吼，北部、中部、南部啦吼，伊佫高频迄个所在吼，伊是分开的，伊是比如讲湘北，伊是整个吼，看有几个医学中心，伊有几层吼，伊用安尼来规划啦吼。你袂使讲咱整个是下降，北部降较济，南部佫足济的时阵，但是伊迄边的医疗容量，咱嘛是爱看讲迄边的迄个人口数吼，甲感染数，因为迄边挡会调，挡袂调吼。但是目前吼，像阮工会啦吼，拢每一礼拜吼，逐个拢有咧交接，拢咧看讲吼各地吼，逐个吼照顾患者的。情况啥物款？包括病院啦，吼，包括咱诊所的医生吼，大家拢感觉叫讲吼进前啦，吼，咱北部咧少的时阵吼，南部迄边的迄个医疗迄阵较灵的时阵，其实拢有咧，大家咧互相合适吼，看有啥物会使先做的无吼。我想大家拢做了袂歹啦，所以即马准备了好势的时阵吼，即马高原期来的时阵吼，咱嘛无看到讲迄个中南部吼，伊的迄个医疗能力有啥物吼放弃还是啥物吼，就是讲大家拢做好准备啊啦吼。我想这是一个吼，大家吼互相学习吼，互相来迄个吼观摩吼，一个真好的即个结果啦吼。希望讲吼，即马落去了吼。咱即摆若个反弹一定袂，若无讲比以前较悬吼，即个趋势落去吼，我想吼过一段时间吼，大概即个趋势为遮落去，甲世界各国差不多就是吼，迄个共款的代志啦吼，因为咱迄阵拢想讲吼，台湾有啥吼，会敢会讲一工吼超过10万以上的人。但是咱拢无看到，我会记咧上悬有一工是9万几个，对，吼，所以其实咱吼控制了袂歹吼，咱定来讲，即个吼趋势吼，咱要按互伊稳定落去，就是咱迄个咱的迄个医疗量能吼，会使控制了真好啦吼。但是起码这死亡的人数吼，咱搁爱搁观察吼，因为一工嘛，今仔日嘛是还搁公布讲144个吼，我想即个比例上吼爱搁观察啦吼，因为咱即马毋是咧看人数的嘛，咱拢咧看讲大院的中重症的死亡人数偌济咱这你这人数有咧下降，但是死亡的人还是讲中重症的人，即个比例吼无下降，还是讲人数搁安尼的时阵吼，这是需要搁较注意的代志安尼。另外一个问题，今仔日观众朋友一定拢有看到吼，就是讲这个这边的疫情渐渐在转好，总是咱即马边境开放吼，BA.4、BA.5这款搁较高传的病毒紧抓慢会入来咱的国内，咱敢需要烦恼讲这个疫情第一波还未完全过渡，有另外一波的大流行。其实吼，咱即摆来看啦吼，咱 BA.4.5吼，伊是一个吼小可有变种的安尼啦吼，但是观察起来吼，看起来伊嘛是迄个症状搁较轻微嘛，吼，症状搁较轻微。其实阮即摆已经拄过真侪人吼，伊讲症状真轻微，你叫伊去做采检，伊正经伊是无爱采检的吼。但是如若是讲吼是真轻微的时阵，大家敢若就一个感冒安尼过去吼，我想吼未来吼，咱是爱即个方向去做啦。无你像讲即摆若讲吼，像安尼小可敢若镜头较轻的时阵吼，大家
遐尼严，吼，守到遐尼严，大家个爱个吼边境个管制，啊个吼大家个隔离吼，有诶工课啦吼，啊像咱学生囡仔诶学习吼，其实会受到真大影响。啊，咱无即个吼病毒进前，迄个新冠肺炎病毒进前啊吼，咱逐年嘛是有一寡哦流行性感冒，还是普通诶感冒，啊，大家嘛是安尼咧过啊吼，啊是讲即个团是较紧吼，咱诶即两冬吼，即两冬外吼，咱诶国民吼，其实养成诶习惯吼，短期间可能袂无去啦，比如讲有个人伊嘛自然出去，那无带嘴烟，敢若怪怪吼，啊无洗手感觉怪怪，其实这一段时间吼，互咱吼。可能袂讲一下就称足悬的安尼啦，啊，只是称悬起来时，伊若是拢轻症，对咱医疗量能那嘛无啥物影响着。所以我感觉讲，伊若是演化吼，愈来愈轻，但是迄病例较济时阵吼，其实咱即摆就是咧考验讲吼，中重症吼，啊个死亡的人数，啊个咱医疗量能，即三个若拢讲吼，拢袂去影响的时阵。未来，伊就是甲咱生活的一部分，吼，伊若安怎变的时阵，咱就甲伊斗阵，啊，莫有对咱生活上有大影响，安尼就会使啊。是，观众朋友，咱知影Omicron这个病毒吼是一个轻症化的病毒，总是这波已经拄啊开始的时阵，发生着幼囡仔重症死亡，互咱真遗憾的代志，咱做伙来关心。两岁查甫囡仔恩恩确诊了过身，媒体人周玉蔻伫咧最近公开新北市消防局甲消防边的分享录音档，证实消防局因为联络袂到卫生局甲卫生所，直接敲电话给消防边，问讲边是毋是人收恩恩。录音档外流经过政论节目播出了，引起争议。提供录音档的消防员伫19案已经家己去新北地检署自首。录音档案在媒体播出后，造成消防同仁隐私的曝光和纷扰，而感到相当的后悔。该同仁表示，因电话档案属于应秘密的事项，他却下载硬交给一般民众，才主动出面自首。这位消防员讲，是4月底，伊高中的同学杜冠廷，也就是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主动联络伊问伊就是无考虑清楚，才会提供录音档给伊。对此，杜冠廷伫咧 FB 发文批评新北市政府对说提供录音档的人是要抹焦点，也强调并无提供录音档给媒体。把横向跟医院消防同仁的录音档来公布，造成我们第一线同仁的困扰跟伤害，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我只求你们赶快把这些关键横向录音档提供给我，同时在提供给我之前，做好明细列表，告诉我有哪些东西。我不想要再听到说你们会全力协助，可是我都是没有得到全力协助。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回应讲，会按照规定全力提供相关资料和恩恩的老爸，会当提供的因拢已经提供啊。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你看到拄则的报道，一定有知影吼。这可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总是咱即马专心来讲制度吼。咱来看，恩的家庭伊敲电话要甲囡仔送去病院，再来录音档显示啥物代志咧？头一个是因为因全家伙啊，迄阵拢确诊，伊一定无法度囡仔抱咧就送病院，伊需要靠救护车。恩的爸爸。大声敲3通互卫生所吼，无法度联络，转互因妈妈去联络吼。妈妈先敲119表示会联络卫生局，1922卫生局消防1922甲消防局拢去联络卫生局吼，总是卫生局一直无法度联络到，一直到119。敲电话互恩恩的妈妈讲，卫生局已经联络到啊，才开始来派车。到7点20，恩恩上救护车去病院，已经开81分钟吼。老医师，咱知影新北有一个甲别县市无共款的规定，因一定爱卫生局主理才会当派救护车吼。这款的制度真正去延长着恩恩送病院的这个时间吼。咱安怎来面对这款的问题？以及日后能够有消伤的状况，咱应该安怎处理咧？我想这个问题吼，已经不是医疗的问题啊啦吼。这是一个行政吼一个政策，你安怎去？去规定，安怎去执行的一个问题。咱基层的人员吼，原则上伫咱台湾的政府来讲，原则上都是照步行嘛吼，照步行。你安怎规定，我就安怎行；你安怎讲，我就安怎做吼。
这是咱一般咱的基层的迄个公务人员的时阵，伊本身的本身的做代志的方式，甲伊的态度本身就是安尼吼。啊，这咱袂使讲伊毋对哦吼，伊照规定来行，照步行，因为伊规定就是安尼嘛吼。所以实际上，咱咧想这一寡代志的时阵，咱会来想讲。啊，为什么会安尼遮尔硬，安尼硬扁扁，安尼完全拢无啥物迄个弹性吼，无啥物会当迄个，互你安尼会当迄个去较做了较水气的一个方式吼。啊，这咱实际上咱拄仔讲，咱袂使怪咱的基层的迄个人员，因为基层人员伊受伊的命令就是安尼吼，啊，就是伊所以伊就照安尼行。所以这实际上咱若转来做检讨的时阵吼，咱应该检讨的是啥物所在？就是规定即个规则的人吼。规定即个规则的人，实际上即个人的时阵，伊若讲伊逐项拢会当考虑到非常的完全100%吼，不管啥物情形之下，拢会当考虑到的时阵，伊规定讲你逐项拢爱安怎做，即种就无啥物问题。啊，问题是定拢伊无法度考虑到真完整的时阵，啊，伊阁无留即个弹性，或者咱的基层的人员去运用，安尼就是会拄着像咱即马即个代志。啊，这个代志，这咱可能为头开始去处理啦吼。啊，像咱以前长期以来吼，咱讲啥物人会当讲安尼做有弹性来处理，一般都是咱的大官啦吼。吼，伊讲这个这个咱就小甲安怎一个，啊，就会当处理。啊，实际上都是依照这个权利甲能力，咱一般的基层的人员实际上是无这个能力啦。是。吼，所以咱实际上，恁讲那要怪讲啊，咱1922啦吼。啊，是讲咱的基层的人员，实际上是伊无即个权限啦，吼，伊无即个权限他做这个处理。若讲到这个问题吼，烧伤的代志，咱即摆咧用抗病毒的药啊，迄个过程感觉嘛小可有较复杂。啊，刘医师，你的看法是安怎？这无毋对吼，这一开始的时阵，因为咱知影讲，咱一开始台北市是重灾区啦吼，所以阮一开始的时阵吼，阮就因为台北市医师工会甲迄个。台北市政府实际上伫卫生局在这个所在上合作了非常好吼。一开始台北市的医师工会就甲各位干部吼，都派入去顾吼，像啊周医师照顾5间迄个医疗的老人院，我照顾5间吼，安尼落去派，所以遐开始出问题的时阵，阮医师工会医师就一开始就介入啊吼，一开始就入去处理这个代志，所以本身的迄个台北市的这个方式是处理到相当的好势。啊，内底敢若有一项代志，阮感觉讲吼，会当对感觉讲，一间敢有拄紧张到要死的代志，啥物代志？药啊摕袂着吼，药啊摕袂着。一开始的时阵吼，规定就是伊的核心药曲吼，才有药啊。所以阮看病人看了以后，阮来叫迄个单位的人，你摕药单吼，一个单一般的药局领，一个一定去走去核心药局，才会当领着药啊。啊，当时去核心药局，你阁毋知影伫倒，啊，阮就当然提供资料互伊。但是你去领的时候，伊可能伊阁无药啊，即间领无，爱阁走另外一间，即间领无，爱阁走另外一间。啊，伊咧领无药啊，莫讲因病人咧紧张，阮医生嘛紧张到要死的吼。是。啊，这无药啊是要安怎？无药你就无法度治疗啊。所以一开始即个方式是，咱来讲是讲介无理想吼。我以前咧讲过讲，咱克流感吼，克流感以前的时候，咱就是囥伫医生遮，医生是诊断以后，就直接药就互病人。随着早顿去食，啊，马上这个效果就出来啊！啊，阮那阵咧讲，啊，为什么帕斯洛比的袂使像安尼来处理？你若像安尼来处理病人，是毋是毋免不断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啊，你走来走去，结果是安怎？民怨吼，百姓反弹嘛，百姓气到要死的。啊，伊气到要死，啊，医生是紧张到要死，因为领无药啊。是。所以一开始这个方式实际上是介无理想。到尾下来，阮含迄个台北市医师工会含。台北市政府啊，就协商吼，讲你甲一寡药啊，会当囥伫阮每一个区吼，台北市12个行政区嘛吼，每一区拢有一间医生，有一间诊所，啲药会当喂遐直接互病人。哦。啊，而且互相会当支援，啊，像周医师甲我无药啊，伊支援我无药啊支援伊吼。安尼互相支援时阵吼，病人会当真紧就摕着药啊，真紧就当转去厝里食，啊，开始所以药啊落了紧。诊断紧吼，啊治疗紧，安尼即个就会互迄个死亡率就规个拢落来。是，周医师，
恩恩的代志，是因为无政策无一个春秋的空间，吼，致使这个囡仔吼延前送病院啊，煞来死亡。啊，若是讲到抗病毒的药啊，使用你的经验是安怎？啊，若是即马药啊，放伫各区核心的诊所吼，安尼敢唔够呀？因为这药啊吼，伊是真珍贵啦吼，真贵啦吼。那其实咱迄个初开始吼买吼，贵要7、80万分吼。初开始就是咧看讲，这药啊哪会开袂出去？哦，就是讲吼，你这个患者要使用，哪会领袂着啦？哦，所以一定迄个指挥中心咧开迄个医疗应变组的会议吼，迄是就处长吼伊主持的，我甲讲这个代志啦吼。伊本来是讲这药啊放喺恁遮吼，你歹保存吼，若拍无去，其实吼，迄1分2万几箍吼，逐个拢惊讲阮较为难啦。阮讲袂，这个代志吼，只要患者好的时阵，这个代志阮拢会甲承担落来啦吼。所以都分做两慢慢吼，咱的迄个卫生局伊就讲卫生局会使配来咱的诊所啦吼。咱即马伫台北市的即个吼，伊有2种啦吼。第一种就是讲吼，阮迄个有咧做即个吼，咱的居家照护吼，就是照顾者迄个较近患者的即个诊所吼。伊就会配即个叫做帕斯洛比的护纹，吼，帕斯洛比当然是效果较好啦，但是较歹用，因为伊的迄个甲药啊吼，真侪交互作用啦吼，较歹用啦吼，但是伊效果较好啦吼。阮若有咧照顾即个机构的迄个诊所吼，伊就互阮上分啦吼，本来就讲一间诊所先分10万互你，吼，阮会使摕20万，因为阮的迄个若长照机构内底吼，伊一摆吼，拢若着着拢规拖拉库的吼，若要开药的时阵吼，咱会使直接就互伊啦，安尼吼。第二个，咱台北市吼有比别个县市更较好，就是迄个莫拉皮拉韦吼，就是咱帕斯洛比袂用的时阵吼，若要用即款药啊吼，普通拢以前拢爱去病院领。吼，你去病院领吼真麻烦啲吼，你会讲吼，毋是讲你会使叫患者去领哦，即款药啊吼，你就比如讲我周医师的诊所要开这，我来叫我诊所的人去领，伊要吼领互我诊所用，伊袂使交互病人，因为药啊足贵嘛，若无去吼，安尼真麻烦啲啦吼。咱即摆像头拄老医师讲，阮来想一个办法，甲迄个卫生局讲，无哩啊吼，咱12个行政区吼，咱找一间的诊所吼，你甲药啊放喺遮，吼，比如讲中山区是我万家区吼是即个老医师遐，阮即摆内底吼，比如我采20万伫遮，我的患者来，若需要用这个时，我会使用。是讲中山区伊其他的患者吼，有个人伫咧西药剂的，伊无法度食迄帕斯洛维吼，有个人吼是迄个无法度用嘴吞的吼，伊就必须要用这个药的时吼，伊会使来我遮领。吼，来我遮领等于伊的诊所，互伊的迄个患者用安尼，吼，所以这是有一个靠一个春秋的这个方式啦，吼。伊这个吼一开始吼，这个病情入来时，阮就一直甲讲吼，会使吼本来诊所无，吼，因为像咱头拄老师讲的讲吼，咱这个克流感迄款药啊吼，咱就是以前拢用了惯势嘛，咱甲快使了吼，那也是讲镜头感觉真下时，咱就使甲用落去吼。所以迄个流感吼，伊要进行大流行起来，咱这个制度落去时吼，真少。吼，但是差别就是讲吼，迄药啊介绍差足济啦。吼所以讲咱即摆咧用的时阵，嘛毋是讲因为有个人讲我著用性我要去用，我讲你无好符合规定，吼，比如讲你毋是65岁以下。以上啦，以上一定会，你若会使用嘛。若以下的时阵，你比如讲你爱有糖尿病啦，还是讲有一寡镜头的时阵高风险的，咱才会使用落去啊。无你一般的人，有的人顶解讲我爱摕到这病毒的药，我请保险才会请的。我讲真会使安尼讲，对不对吼？莫来乱啦吼，咱即摆就是爱用伫吼，咱该用的人顶悬啦吼。所以咱这制度吼落去了吼，即摆开药吼较方便。所以咱即摆看迄开药啊吼，种迄个甲迄个染症的比例。慢慢就悬起来安尼吼，所以伊即摆讲奇怪，若个迄个即个死亡的人搁较侪吼，我想是感染人伤侪吼，伊会撑起来啦。若是迄比例来讲吼，初开始的时阵感染无较侪的时阵吼，像迄长照机构，迄阵台北市医师公会甲迄个卫生局先讲好势，迄阵吼迄。规个拖落去时阵吼，阮就入去吼，入去看讲像爱用即款药啊，只是真麻烦啦。如果搁开的，如果搁去病迄个联合病院领倒来互因用啦吼，搁较麻烦，阮嘛甲承担落来啦吼。但是咱会使讲吼，像恩即个代志啦吼，古早吼，咱要安怎去讲即个代志？古早吼，即个病毒真强的时阵吼，得的时阵咧，中重症的机会足大的时阵，所以伊的分派就讲好，你若是有较近的人。伊要来甲你接的，伊的方法无共款，
啊，那唔是较近的人，伊是一般的救护车，所以迄阵分了讲，哦，你为什么吼一定119唔敢来咧？你爱卫生局讲，你爱用到这种规格嘛？我是爱防护，是爱穿做什么款嘛？所以迄个时阵吼，其实咱知影讲，即个病毒吼，伊无法当的时阵吼，早落爱小调整一下啦。哦，吼，迄件代志了吼，尾啊嘛是即摆有调整咯。我想，吼，伊是实在是吼，真可惜一个囡仔吼，安尼吼，为着即个制度吼，就安尼往前去吼，但是伊买手吼，大家来检讨这个制度，这个制度了吼，嘛是开放啊。就是讲，你即摆吼，若是真紧急的时阵，你家己会使去啊。哦，古早就是袂使嘛，你拢袂使出门嘛，你若人去来接，你才出门哦。你无你若出门的时阵，伊会甲你烦咧。哦，所以这个制度吼一直在变啦，吼有的人去牺牲吼，其实吼咱即摆是真唔甘啦，吼真唔甘啦。但是吼，这个制度吼，若有啥物唔对的时候，咱莫讲去看这个个人的问题，咱要去找这个个人，其实无啥物意思，吼是这个制度，也是讲这个人伊有违反规则无？明明你会使安尼做，你唔互伊去做，这人的问题嘛。你讲这个人伊就照制度的时候，这制度唔对的时候，我想这个政府甲国家伊是爱负小可的责任出来。是，是，咱黄的过往吼，无规伫空空。咱即马来看自然感染的病人，若无注意防射吼，一冬了后，伊的保护力剩3成。咱先来看报道。新冠本土疫情长河已经连续3天全台增加病例数降到5万外，也不过有医师烦恼，新冠确诊者多数轻症化，有大量的误数，而且奥密克戎变异株。BA.4、BA.5来个真强，根据国外经验，上近7天，上班1个月来将会大入侵。呼吁政府应该重视低度感染者通报，而且需要做全基因定序。这个有涉及到用药，还有通报种种的问题，所以有一些细节还在最后的整理当中，还没有把它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此外，国内头一份确诊者免疫反应研究也出来。卫福部疾管署委托阳明高台进行研究，从2020年1月底到去年7月底，拢总260位确诊者做血清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康复者伫着病1年外了后，只剩3成确诊者体内仍然有保护力。第一个 case 大概是在就是2020年，我记得是在1月的时候嘛，那大概到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出来以后，大概到500多天，还有将近3成的保护力啦。吴镇长强调，研究虽然以早期病毒株为主，甲今年流行的奥密克戎无同，也不过同款是新冠病毒，也是有高体保护力，而且捌感染者加做疫苗者诱发抗体无同。有关有重要参考阶段，因过当时疫苗开始做无偌久，研究对象主要是做一剂疫苗，也无比较疫苗的厂牌。此外，研究也建议确诊了后，有缘爱做疫苗，抗体会更较悬。记者综合报道。叶医师，咱顶礼拜捌讲过一个无敌星的概念吼，不过大家咧看这个无敌星的概念，总小看有唔对吼。何必香老师捌讲过，讲伊是咧讲综合的保护力，就是注意风险注满，佮加自然感染有一个综合的保护力。咱即摆看到这个研究吼，事实上是无注意风险的人，自然感染了后中重症好离。过一冬了后，伊的保护力差不多剩3成，请叶医师来替咱解说一下。对，这是最正常的代志，所以阮讲迄无敌星星和无敌这个称，其实爱分这奥密克戎以前甲奥密克戎以后，是，所以这个确诊以后的抗体是上一关的，是顶一关的。因为其中这是较久进前。阮即马这关是奥密克戎的关卡。所以爱看你是着倒一个这个病毒，所以这236个确诊的人，应该是感染着这个 Alpha 较济，是，就大部分应该是 Alpha。本来这个抗体就会豆安尼落来，这是最正常的。搁有阮会使看到，这其实有两种的确诊者，一种是轻症的，一种是重症的。重症的人因为伊咧
身躯内底拖较严重，所以伊 generate 产生的这个抗体就会较悬。对，所以你看这个重症啊无拍预防针的这个人的抗体的持久度，其实是较悬，上悬。比较起这个轻症的人，所以这是最正常的。但是这的抗体吼，其实无法度来保护这的确诊者来对抗这个 Omicron， 因为伊产生的这个抗体其实是无共的抗体，小可无共，所以遐的抗体来去拍这个 Omicron 是小可无够对。是，就是讲，若是自然感染了后，叶医师你若是你来建议嘛，是会建议讲爱。赶紧注意风险就对。对，阮即马讲的无敌星星是拍了3档的预防针，佮加这个奥密克戎的感染，在一段时间以内是不容易佮感染到奥密克戎。是。好，讲到注意风险吼，咱即马来讲儿童的预防针。咱知影，咱的食药署已经核准EUA 来做儿童幼囡仔预防针，有 Moderna 甲 BNT 吼。若是 Moderna 是做6岁到5岁的幼囡仔 ，BNT 是6个月到4岁吼，伊的做的方式有一个上大的无同。咱看到 Moderna 是做2档，中间隔4礼拜 ；BNT 是做3档，不过前2档是隔3礼拜，第3剂爱隔8礼拜了后才来做吼。伊做的量 ，Moderna 是大人的1/4。BNT 是1/10，不过咱来看伊的效果吼，咱观众朋友爱了解吼，这的研究吼，伊的这个研究的数量拢无真济，咱干那会当来参考。若是做 Moderna 6个月到1岁的幼囡仔，做2档了后，伊的保护力是51%；2岁到5岁做2档了后，伊的保护力是37%。讲到副作用，伊差不多有2成的幼囡仔会有发烧的状况吼。若讲到 BNT。6个月到4岁做3档了后，伊的保护力是80%，总是伊的研究的数量真少，有3个儿童吼做满了后犹原有感染，不过伊的好处是较袂发烧。不过咱讲到讲自然感染的幼囡仔吼，因为你好哩了后，若是再感染吼，袂过就是真容易来确诊，所以咱建议讲，若是确诊好哩了后，犹原90天了后，过来做这个幼囡仔预防针是有必要吼。叶医师，咱即马核准的 Moderna 甲 BNT 2种的幼囡仔的疫苗吼。美国已经大声核准啦，因一定有做试验吼，敢会当替咱解说一下？所以，阮先从这个 Moderna 开始来讲。所以 Moderna 做的试验是6个月到5岁的囡仔人，的幼囡仔。但是有分2组，一组是6个月到23个月，一组是2岁到5岁的幼囡仔。是。这是来看，这的剂量都是大人的1/4无唔对，其实是25这个 microgram。是。好，这个 BNT 是3 microgram， 所以2个是有小可的差，但是因做的方法嘛是无共，所以用剂量去做这个比较嘛是讲无讲介科学啦。对。好，这是Moderna的试验，因阮来看这个安全性吼，其实发烧的人嘛，无讲介济啦，这是试验组，这是这个安慰剂，都是无拍预防针的这的人，所以你看无拍预防针的人嘛是有副作用，因为这人本来就是安尼，因每一天拢会感觉身体小可无爽快，所以爱比较这个安慰组甲这个试验组，大部分的这个副作用拢是在第2剂以后才出现的，所以你看第1剂甲第1剂的这副作用，试验组甲这个安慰剂组其实讲实在是无讲差介济啦，但是第2剂以后，这个副作用就较明显，对，阮看这个系统性的这个副作用都是
试验组小可较济一寡，但是嘛是讲无讲介济啦，对。啊，偌有效咧，才会，因为阮拄则甲阮讲，甲咱讲，咱这个试验有2组嘛，一个是6个月到23个月，一个是2岁到5岁，所以这个保护力嘛是无共的。伫咧较济岁的囡仔人，就是2岁到5岁遮的人，这个保护力是36.8%。是。啊，这个是拍了第2剂以后的这个保护力吼，但是较幼的囡仔，则实在是嘛是一个袂歹的消息，就是伊的保护力其实是较悬伤寡，是到50.6%，对，这是6个月到23个月的人。好，阮即马就来看这个 Pfizer BNT 的资料生甲安怎？好，所以因用的剂量是3 microgram， 3 microgram， 就是1/10，对。阮这个是大人是阮成人是30，对。这个试验其实嘛做足侪人的，拄则这个马德纳是差不多试5000人，这是试差不多3000外人。是。对，遮来试验，阮来都会使看到一个嘛是真好的结果。伊的这个副作用吼，甲这个安慰剂试验组甲这安慰剂组，毋管是第1档、第2档、第3档，其实看起来拢差不多。就是讲有拍预防针甲无拍预防针的人所产生的、所造出来这个副作用，其实看起来拢差不多。是。对，意思就是讲拍了预防针以后的副作用，其实。真正就无管的啦。这个意义就是讲，有注预防针遮的囡仔，伊身体反应甲注无注的安慰剂的人是相像，安尼倒转来讲，伊的副作用较少安尼。根据这个试验是相像无毋对，所以你看遮的数字其实拢足近的。你看遮的数字吼，第1档来比较吼，有注预防针甲注这个。阮讲食盐水啊，无都是无掺这个预防针的成分的人，其实这个数字是差不多的。伊嘛去做比较，第1剂、第2剂、第3剂，看起来数字拢是差不多的吼。然后即马来看这个疗效，这个保护力生甲安怎？好，这是讲6个月到5岁的囡仔吼，对，阮来比较来看一下吼。这个保护力第2剂。甲第3剂，你看这个第3剂注落去以后，其实对 Omicron 会使高达这个7-8成的保护力。是。对，但所以因真正需要注加第3剂。是。但是伊的第2剂就甲莫德纳比，其实是较输点淡薄啊。是。老医师，咱看到林世平医师讲吼，幼囡仔注预防针有几个效果，会当预防动症甲脑炎。另外有济证据显示讲注预防针嘛会当预防咱讲 MIS-C， 就是脑系统发炎的症状吼。伊嘛有建议讲因为再来吼，咱讲到预防针，拢会去想讲要去注倒一支吼，父母尤其是父母会轻松吼。林世平医师是建议讲，若是较药益效果，建议注 Moderna， 若是药益伊的这个副作用较无严重，注 BNT 就是 Pfizer 的预防针吼。老医师你安怎看？我用一个小儿科专科医师的眼光来看这样代志啦吼。咱会当知影讲吼，Omicron 即届来台湾吼，实际上对咱台湾的囡仔吼非常无友善吼，非常无友善吼。你看咱即摆目前差不多有会当算的差不多有40几个是儿童脑炎的病人吼，可能有200-300个至700-800个MIS-C的病人吼。另外来想就是讲咱的病人来以后有你若得过以后有一个 Long COVID 的即个问题吼，所以实际上在伫遮做一个呼吁吼。所以咱有预防针，咱就紧注吼，咱就紧注预防针吼。咱拄来主持人的时候有讲到这样代志，就是讲你若希望效果较紧的吼，你知影咱那个莫德纳一个月内底会当注2针，就甲你的抗体注起来吼。你若要注辉瑞吼，辉瑞3针，差不多才3个月内底会当注起来吼。效果来讲的时阵吼，那个
辉瑞效果袂歹吼，啊莫德纳效果原来是袂歹。你做1针的时候，就会当预防到重症啊。啊，做2针当然是上好。所以伫遮来甲各位父母来讲吼，会当做预防下，紧去做吼，紧去做预防下。你因为安尼比较起来的时阵吼，也是伊的好处比伊的歹处较侪啦吼。吼要安怎选的时候，咱拄有讲着吼，实际上是安怎吼？你莫德纳一般咱以前咧做的时候，拢有一个想法，就讲莫德纳的副作用较大。哦，啊，是毋是有较大？事实上，加减原来有较侪一丝啊，吼。是。啊，但是伊相对效果，咱以前大人，也是讲12岁以上的囡仔，咧做的5岁以上囡仔咧做的时阵，伊的效果有影有较好无？加减吼，敢若有较，因为伊为虾米咱咧讲为虾米伊的效果会较好一丝啊？因为伊量较侪。是。伊量较侪，啊，所以伊的副作用就原来较侪。吼，这一直拢是一个卫生一个比例的问题。啊，迄个辉瑞吼，伊的量较少吼，像拄咱拄啊讲的迄个量来讲的时候，伊的量较少，啊，效果上的时阵，原来是当然拢有8到10个迄个真好的迄个效果，但是相对原来较少一丝啊。啊，伊副作用来讲，迄个辉瑞像拄啊讲着讲，伊发烧较少，吼啊，但是咱不管安怎注意预防下来讲来吼，你讲你有发烧，有人无爽快，囡仔无爽快，但是这咱回过头来讲时，这实际上是较小可的代志啦，吼，所以重点应该是讲你安怎紧甲你的囡仔预防下紧甲做起来，爱当预防即个大的毛病吼，这点是咱要爱注意的点。是，吼啊，你也讲啊，差一丝的发烧，差一丝的人无爽快吼，我想迄可能大家家庭可能较免去计较迄，紧甲囡仔预防下做起来上重要。老医师，我加问一个问题吼，因为咱知影 Moderna 甲 BNT 拢是 mRNA 的疫苗，是啊，是安怎会有一个较高发烧，一个较袂发烧的状况？哦，拄仔咱有讲到嘛吼，因为因的量吼，咧用的时候，Moderna的量一直拢较大吼，是，一直拢较大，伊量实际上有几啊倍以上的是迄个 BNT 的量，啊，因本来的原内底成分主要的成分是共款的，啊，差别伫倒，但伊伫个赋形剂吼。伊内底拢加一寡物件吼，是，伊的差别实际上是伫遮。是，啊，咱以前的报告来讲吼，第3针来讲好啊，咱长庚医院本身有做一个报告嘛吼，长庚医院就是讲你做第3针的时阵吼，莫德纳的加强剂全剂量的时阵吼，伊的抗体是上悬的吼，是在40几倍以上。啊，你若做莫德纳的迄个1/2的吼，伊的抗体差不多37倍。啊，做 BNT 的吼，剩20几倍；做高端的剩10几倍，吼。是。这是长庚医院本身做一个第3针的报告。啊，我想这是一体适用啦，吼。是。实际上伊的情形就是安尼。是。周医师，咱在看美国这个研究幼囡仔的疫苗的这个报告的时阵，咱看到因的专家讲，即马来讲吼，幼囡仔去喂着病毒的风险较关注预防下。副作用的风险吼，若是照这个数字来看，咱实际上就应该去鼓励父母啊，互囡仔来做幼婴仔的预防下吼。周医师，你安怎看这个问题？咱想讲吼，咱细汉迄个时阵啦吼，咱即马要到50几岁，要到60岁啊吼，咱迄个时代吼，咧做预防下吼，有的阿公阿嬷不爱互囡仔去做呢。哦。为啥？迄做本来无发烧，做者转来变发烧，唔通去做。哦，啊，迄阵当然迄个大家迄个面智较无遐尼开化啦吼，所以迄阵吼要开始要做迄个一般预防下的时阵吼，大家拢会惊即个代志啦，讲啊无发烧，啊做了变发烧是毋是头壳会歹去啊？安怎吼？其实真济吼，迄个迄阵的人拢会安尼去想啦吼。啊，尾也是大家吼，即个教育的程度慢慢较悬啦吼，就是知影讲吼，做这咱虽然是会发烧会艰苦，但是伊会保护力会较好，咱得到的比这失去的吼，即个小可，这是算小可的代志，所以慢慢啊吼，即摆大家预防下拢做了袂歹吼，咱囡仔啦吼，啊即摆佫规定讲吼，少数较无爱做的人吼，啊你若无做吼，迄个若无做满的时阵吼，啊无法度去读册啦吼，伫读册要叫你佫做好满安尼啦吼，啊慢慢啊，甲咱即个预防下的即个制度吼，甲成立起来啦。啊其实咱即摆看到这吼，嘛是共款啊。啊，你讲囡仔若是讲吼2种吼，咱以前是讲一种预防下尔，啊你一种你若讲发烧，啊无法度咧，咱就要甲保护较好势啊吼，啊发烧咱就吼，啊看讲甲观察嘛，是摕退烧药倒来食，啊慢慢啊家长是拢会去接受啦，吼，
啊，但是即摆是无共款哦，两种互你选哦，选了佫开始来讲，我会使卖发烧无？会使保护人嘛是共款无？哦，即摆就是讲，大家会有一款即个心情会佫出来。你若讲来一种无法度当选的时阵，其实大家拢去自助的，反正你也无法度通好紧，咱就是注意遐代志就好。所以伊这注这下像莫德纳甲这迄个 Pfizer 这个 BNT 人伊咧做企业的时阵，就是用这个量去做嘛。每一个公司的迄个政策可能嘛无啥共款，爱做到什么程度？你讲奇怪呢？咱莫德纳那要用1/4，伊那不用1/5咧。人伊的迄个实验室，伊就是安尼做嘛。做出来大家会使去选择啦。所以我感觉迄个林世璧医师伊讲了真好啦。就是讲咱若是唔惊迄个副作用，迄拢会过去嘛。但是伊的保护力较好，伊是鼓励咱做莫德纳。但是你若惊迄个是讲囡仔迄个身体较挡袂牢的咱去做 BNT 有安那有效果啦。就是讲一定爱做啦，不管你做多少种莫讲无去做啦。因为这病毒阮以前定咧甲迄患者讲，你爱去做预防针你看咱即摆即个内底阮会诊所的所有人都做预防针即摆个你也袂做。若即摆一只病毒走入来伊看相较好欺负，伊要去追伊咧若是讲不行，你来找着我，但是我有注意方式，我嘛较袂中动政治。我想经过这2年来这个观念慢慢互大家拢知影了即摆家长的是就是爱选嘛敢若迄阵咧讲的时阵，迄个 BNT 的囡仔迄个疫苗还袂入来，敢若莫德纳的时阵，嘛有人出来讲要求要迄个青少年的囡仔注意看的是毋是副作用较大咱买较好的啦其实这毋是好甲毋好，这是一个选择嘛就咱以前迄个医疗人员无通好选嘛是做 AZ 啊。咱迄个时代有 AZ 通好做，我嘛足感恩咧讲国家嘛是迄个伫真困难的状况之下，摕到 AZ 来互咱做，互咱一寡保护。即马事实上看起来讲，迄阵的保护来讲，敢若无遐尼好啦，但是嘛是有把它动过嘛咱嘛有法度讲会使甲动甲即马安尼所以不要紧，一个时间有无共款的选择，但是咱咧想讲古早咱细汉的时阵，迄一个阿公阿嬷无爱互囡仔去做其实嘛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但是咱互这个即马的人是较有读册啦，迄落医生嘛较会去讲来讲你这会甲伊解说好势。咱细汉时阵去看医生，咱敢问医生伊讲伊也无甲你讲注射就注射讲你敢听有安尼即摆无共款啦，即摆阮的医学教育对患者来讲阮拢是互伊做选择，爱甲伊讲啊真清楚伫的啦我想即个父母不管你是做多一种，都是爱去做。你讲我要 BNT 甲无副作用，我嘛是甲赞同但是莫讲点紧迄时间过去了等下那因了丢着了再来反悔其实迄种袂负啦。是，叶医师。若是副作用效果遮掠外咱看到的是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你若是做Moderna抗体要调整就1个月，因为2剂加4礼拜，就是讲1个月你的抗体就调整若是做 BNT前2档加3礼拜第3档爱搁加8礼拜，这加起来共要3个月才有这个抗体才有法度调整。那面对咱即马台湾要长在流行的时期，咱敢需要去考虑到这个时间的问题咧？应该倒一个预防针拢是最好的预防针，愈紧会使做落去都是上好的预防针。所以你有即马你有使明仔载会使做Moderna，你就去做Moderna。你若住伫咧明仔载会使做BNT 的所在，你就去做 BNT。其实上紧你爱赶时间赶在感染以前做落去，就是上好的选择。咱听到济在轻松无爱做预防针的想法有一个声音是讲，即马做落感觉无啥物代志我太会知影讲10档后、20档后会安怎影响到我的囡仔的身体，即款的讲法敢有合理的美感？即马应该是足侪证据讲免遮烦恼啦，因为 mRNA 遮的物件其实毋是讲换新的物件，其实 mRNA 嘛几啊十年啊，伊咧研究的时阵其实是就几啊十年以前就出现有 mRNA 这个技术，但是为什么无法度做 mRNA 的预防针？其实是甲伊保起来，甲伊保护的迄个，阮叫 LNP lipid nanoparticle，迄个技术还未成熟，到
差不多2、3年前才成熟，所以阮早有即马阮讲的 mRNA 疫苗，但是 mRNA 本身其实是无啥物毒性的，伊嘛足紧就会使被这个分解掉，所以其实是免遮烦恼讲 mRNA 改变你的啥物基因啊，甲你变做外星人啊，这是应该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对。所以父母应该卖烦恼，你啊烦恼的是囡仔人去得这个 Omicron。啊是得这个 COVID， 上害的情形是，你注意风险以前先得这个 COVID， 因为比较起来啦，阮应该咱应该先注意风险，有基本的保护，再搁去接受伫遮的病毒。是。好，观众朋友，最后咱来讲这个长病尾的问题吼，咱即马发现着讲长病尾。大人、囡仔拢会有。咱看到李鸿昌医师讲吼，染疫了后，咱人的肠道会受到破坏吼。咱即摆看到讲有肠病尾问题的人，大面拢有这个肠漏症的问题。安怎来保护？安怎来保护咱莫有这个肠漏症呢？建议的做法吼是补充vitamin D， 搁去晒日头。另外爱补充这个锄，也是讲若是。日语来讲，就是Rn 这个元素用安尼的方法来避免肠病尾这个问题吼。老医师，顶礼拜咱捌讨论过肠病尾的问题咱真正是看到讲有这个肠漏症，伊可能是一个因端。不过咱顶礼拜咧讨论的时阵，讲到这个肠病尾，侪人的状况可能是伊其实是甲，比如讲预防社研究咧做安慰这迄款的遮的人的感觉是共款，都是伊就感觉身体小可无爽快。咱即马对肠病尾的了解实在是无够济吼，咱应该来安怎来看这个问题拄则所讲的这个补充vitamin D 加补充锄，是真正真正是有效的。我借用咱小儿科医学会一个秘书长吼，伊的一句话讲，肠病尾这个问题，目前是伫小儿科内底也是一个无完整的拼图啦吼，也无完整吼。咱知影讲，咱一个较大的研究伫咧鲁西亚吼，鲁西亚因的研究内底吼，因实际上。有1/4的病人吼，住院的迄个囡仔吼，病人拢有肠病尾的问题哦。所以实际上，这个肠病尾是咱以后就是讲这疫情过去以后吼，咱需要来面对的这个问题啦吼。咱即摆台湾吼，差不多有30万的囡仔已经有染病啦吼。是。内底啦吼，咱台湾差不多15%的病人会有这肠病尾的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后壁有几啊万人的病人吼，囡仔的这个部分咯吼。囡仔的部分会开始有这个问题吼，开始慢慢以后医生爱来处理这个问题吼。你知影讲这个病毒本身伊除了伫咱的喘气的这个器官内底，伊另外一个所在伊会去泌迄度，就是泌迄肠啊，吼泌迄肠啊。所以为虾米迄个咱的理事长会咧讲这个问题吼？实际上这因为后壁就是咱大家拢会拄到的代志。英国的资料内底吼，因为24%的人吼。有这个肠病尾的问题，吼。全世界有一个较大的研究，差不多50个国家，1700万人的内底吼，伊就讲内底有4.4%的病人，至66%的病人会肠病尾，所以会使敢若讲，这一定会拄着吼，一定会拄着。所以咱本身咱台湾以后目前嘛是慢慢就拄着这，所以上好的一个办法是安怎？注意用食，莫感染，吼。这就是把这个肠病尾这个问题给避开。因为你有30%以上的病人，神经方面的问题吼，以后注意力无集中啦吼，较会忙东忙西啦吼，困眠困了较会无好势啦吼，等等这个问题吼，实际上会变做啥？医疗的问题，来就是有一个社会的问题出现。是，就医师，咱来讲这个肠病尾的理路吼，咱试看嘛来讲者，因为老医师讲，病毒会藏伫肠道内底吼，不过。咱看到大人肠病尾会有这个气管的症状吼，落头毛，也是讲脑雾啦，困袂去，儿童吼会有头痛、脑后痛、走白这的问题，是安怎秘伫肠仔内底的病毒会致使这款的症状？
咱迄个理事长吼，伊是迄个儿童吼，即个肠胃科的专家啦吼，胃肠科的专家啦吼，所以伊对这吼，可能对这研究比较深一些啦吼。那但是头拄仔咱大家嘛咧讲嘛，讲即个咱的经验，毋是讲真济吼。有时啊，咱要看一个镜头吼，爱搁看较久的吼，比如讲10年、20年，啊，确实是有安尼无，还是讲吼，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因为咱知影吼，即摆咱感染到即款病毒吼，除了病毒的免疫遐以外，啊，嘛是无病毒的所在，可能嘛是免疫系统会产生发炎的，发炎的即个代志嘛吼。比如讲，啊伊若无去肠仔，但是肠仔嘛是会发炎，咱讲迄面试嘛是种多系统的咧发炎嘛所以咱这就爱搁囥较长的啦吼。咱即摆爱做的代志就是讲咱爱去追踪这个病人啦就讲有一寡是大院的中重症的啊伊出院了是毋是即个就是讲伊转来社区了啊。交互即个社区的医生，比如讲伊本来定咧看医生啊即伫咧后摆的时阵看伊讲伊即长期来讲有即个代志发生无？其实咱头仔嘛讲了真好，就是讲除了身体其实心理上嘛是真大的迄个反应伫的。有个人伊即马已经感染到的时阵伊嘛是真惊吓伫的伊伫咧厝的内底嘛感觉讲啊世界末日已经来啊，伊咧要过往去啊。当然咱定有看到即个代志，所以我即摆咧照顾即个亲情伫咧厝的内底伫咧居家照护的即个人其实心理的支持嘛是真重要。有一个医生逐工咧甲问安啦啊伊有时伊嘛感觉讲即个日子无遐歹过，但是即个长期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你对咱医疗系统是毋是有另外一个负担这是爱观察的啦。是，多谢各位，谢谢，多谢。